我小学毕业以后回到老家来上初中，在当地上那个公立的学校，他要户口。我妈给我去报名的时候，发现我没有户口，我就问我爸为什么，他说，想把户口留给他未来的儿子，一家只能生一个嘛，只能上一个户口，不然就要被罚钱，所以他就不肯给我上。然后我爸不但会打人，而且会骂人，而且还冷暴力。小时候英语考了80多，他一个月没有跟我说话。我记得那一个月以后，好像考试又考得很好，他跟别人说：“你看有用吧？我一个月都没有跟他说话，你看他这次考好了吧？”